你上个站的啦，比我晚呀，再晚。我不能再来，快点，进去。你预算是几辰光？这个10天。从北边看是基本上看不出。你现在个大山山讲我世界的辰光，12775。从此落金，飞的是你自家身上的肉了，还是拜哇？真的急死人！哎呦，我也上去了！哎呦，七魂八素都已经走得了。慢慢叫，飞奔，我还该记了。哦，当心啊！哎，你好。哎，做比赛还慢慢流了。你啥不肯讲噶？山里是5个海里高头晓得你是南山狗仔。8点钟分的，属于岸上电影。看上去永远是广国热生意最嗨个地方。但活得再快，生子病啊，这还进来。年6岁，看见2个字像上年轻人做事，我也是年6岁养的，26岁。现在几周啊？30周多。还不能他看也看不懂啊，那个身子啊。上趟是62，现在83。哎呦，他长得头头啊！不位置哦，肚子100。年看谁不觉得？哎，反正我是分过大头呀。3女个房子3块钱，想有孩子盖的，但讲侪是有单地方面的嘞，肚皮痛吧，一颗马路侪还养大啊。那么现在他一头去拿海嘛，还在关台机里讲。哦哟，还让奔杀快，当心！是一波来啊！那现在2个人来海啊！哦，那个电梯对是对的，我要下去了，后来到那里坐的，那样子放心点。哦，烫了啊！哎，当心点，当心点啊！哈，也上去的。今日我作业，你讲想嘛，不作业不放心，还咋呢？哎，你上哪讲？腿蛮长的，发育应该是正常的，然后就头比较有点大。腿大吧，像3类，那么应该是男；那么脚长吧，像男，应该是儿子。那个都要纠做啊，腿大脚长，非得养出来当样子。你的配呀？不贴的。到节点差了一趟头上，我你们晒出来这个啥个铁匠？在一种地方来，放我空心子还能配点药，把它挂3个分账。我都要吃药，别吃噻，吃啥个补贴药嘞？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问问病房的事情，单人间1200，双人间80一天。你肯定搞不收啊？你讲的哈？这还不是个单人间，1000两不得1000两，120个行业去。你不是个费子，阿有7万个是吧？你想错搿大头，多有那个蛋，你下来看子再上。搿么你来最记得哇？我现在要去买豆沙馒头了。吃豆沙馒头呀，你想？因为医生规则也补贴。哦，搿当然是搿。哎，搿么一样嘛，男性就行，我来当你去嘛。我要吃3香楼辣海搿饭店里向个。你放个定位拨我，白开开。那些辰光反讲豆沙馒头，天浪向个星星还要去采下来。哎哟，你海鲜点心搿边馒头一点，10cm距离看看蛮近，是手工接触，叶子一个大球子，回转什么一带菜，为子身子好出去噻。一上来侪是原来个腐败医院，今日为人辣炮台大课堂馒头一点，乖，搿上点品种的了。哎，馒头质量蛮高的。啊是搿你要吃过噶？吃过啊，那比手机我是别质量。哎，你老娘侪14个呀，儿子新房14个，外光店也14个，4代。